这不是东方神医和朱府的孙小姐？他们不是在衙门对峙来着吗？怎么今天骑在同一匹马上？你忘了，那天在衙门里，东方神医不是说对朱府孙小姐的心是日月可见的？孙小姐说不定就被他打动了，所以就从了他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你不是说要带我去赏花吗？怎么一直在这街上溜达？我的用意，难道你还猜不到吗？把债还清了，我凭什么还要嫁给你？别做梦，朱府欠我的银子，你一辈子也还不了。驾！单独待在我的房间，你一点都不害怕吗？怕什么？你又不会吃了我。哼！再说了，小虾和朱府护卫肯定在外头，到时候我要是没出去，他们肯定会踏平这里。啊，东方石。真是金窝银窝也比不上自己的狗窝。哎，你这房间布置的不错哎。拐着弯的骂我，你就这么肯定我不会对你做什么吗？哼，我觉得你就是想要银两。啊？为什么？你想想，就冲你，想要什么样的美女没有？我呢，就是个市井长大的野丫头，没大没小，没规没矩。你就是不服气，我不嫁你。我要真答应嫁，你没了银子不说，还要搭上丰厚的聘礼。你这么精明的商人，怎么可能做这种赔本生意呢？如果我就是要你的人呢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外祖父为什么会定下这种非要娶朱家女儿的条件呢？想知道？嫁给我，我就告诉你。我知道，因为我们朱家的女儿都很美。哎，可是你们也不用这样死缠烂打呀。莫非你外祖父曾经被仇家追杀，后来流落江湖，被我们朱家的祖奶奶救了？基于对家人的仰慕，你的外祖父便发愤图强而发家致富。哎，终于逮到了个机会，帮朱七爷解决麻烦，就能借此要求来娶朱家女儿了，对不对？朱丫头，想不到你还挺适合当个说书的。可惜你的外祖父没想到，我朱家第10代女儿是这个样子的，既不漂亮，也没读过书，还曾流落街头乞讨呢。大家闺秀的样子也是装出来的。你要是真娶了我，你那些祖先们啊，肯定会从坟墓里气得出来掐死你。如果你再说下去啊，他们真的可能会生气到从坟墓里跳出来把你给掐死。我说的不对，那你说啊，究竟是为什么？你就这么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娶你？难道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今天把你给约出来吗？所以你是早就计划好的？这个不是来赏花观月的？你在朱府又是对我下药，又是逼我按手印的，难道我今天不应该礼尚往来吗？今天天气挺好的啊，我们别在府里吃了，去那个苏州河。想走，来不及了。东方石，你说过你不会轻薄于我的。谁说我要轻薄于你了？我是有场好戏要让你看。你绝对不会想到是谁在里面演出。好戏？特地为你准备的。 ，
怎么了？不敢看啊？哇，猪丫头也有不敢的时候啊。让开！于表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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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孙小姐，别喊了，他们听不见的。你为什么要抓他们？我看里头那小子对你也算是情深意重，就挑他先下手了。他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他？无冤无仇，他敢和我抢媳妇，我这样子已经对他仁至义尽了。难不成我要杀了他？你不能杀他！你不就是想报仇吗？冲我来啊！为什么要对我身边亲近的人下手？你这样做，只会让我越来越厌恶你。那反正你已经厌我了，我也不在乎你多恨我一些。你放了他们呀！放了他们啊！想让我放啊？自己想办法把密室的门打开吧。这里肯定有机关，肯定有机关可以开密室的。别费心思了，这里没有机关。那很贵的。你是要把我家给拆了是吗？是我不对，对你下药。你要怎么对我，我都不会有半句怨言。但我求求你放了他们。你就这么担心那个小子，不惜对我下跪？他是我这辈子值得珍惜的朋友，我不要他因为我受连累。我不要他因为我后悔，求求你，放了他们吧。如果我不放呢？我保证。我绝对不会再与你为敌。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答应。求求你，放过他们吧。为了那个小子哭得那么伤心，你就不怕你的脸一颗吃醋啊？算了，我只是想让你看看戏。既然你不想看，那这戏也该散场了。黑凤，少爷，放了他们。诺。你又想干什么？
我现在就放了他们，他们不会知道是我下的手。你若不希望此事再发生，你就保密。我相信那个男的，也不希望你看到他难堪的样子。我不会说的。你今日放了他们，也不要再伤害他们了。我根本没有把这2个人放在眼里。我的目的达到了，自然就不会再找他们麻烦。南山妹妹，南山妹妹，快醒醒啊！南山妹妹，你还好吗？云表哥，四小姐，我对不起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平安。怎么样？现在总算放心了吧？你保证不会再找他们麻烦了吧？我的承诺一向算数，包括娶你这件事。今日你约我出来，想必是为了报复我。好了，现在你目的达到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呀！你才说过绝对不与我为敌，我让你做什么你都做。好，马上反悔赖账了啊！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了？我怎么都不记得呀？好不容易让我遇到了一个女泼猴。猪丫头，你如果像块木头，我还不要了呢。那我就当个木头。晚了。东方家的男人，就是要娶朱家的女人。你给我记着，我这辈子就是会缠着你。你朱朱，就是我东方石的人。那你也记着我的话，我这辈子一定不会嫁给你。这件事由不得你。好了，不跟你耍嘴皮子了。走，送你回朱府。用不着，自己回去。我一刻都不想看见你。可我时时刻刻都想看见你呢。黑凤，在。你先回府。诺。呀！东方石怎么会有成王府的令牌？成王不是早就被上一个皇帝抄家了吗？小姐，小姐，小霞，咱们难得出府，不急着回去，陪我出去转转。嗯。走。慢走。我会为你去除花不弃这个心头大患，不会让你再为此事担心。我担心主上和少主。夫人放心，我会自毁容貌，绝不会让少主和主上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不行，你绝不能这么做。如若属下能瞒着主上杀了花不弃，我会重回山庄，保护夫人一生。
夫人保重。黑夜，小姐，我们过去看看那个吧。嗯，好。小姐，你快看，这个怎么样？小姐，小姐，快来人呐！我是大夫，我可以救他，让开！来2个人跟我一起护送小姐恢复医治，其余的人立刻给我搜查整个街道，把伤小姐的人给我找出来。诺。小夏，让我看看朱姑娘。今日是你执意带小姐出府，小姐才会遭遇此难。谁知道你是不是伤小姐的人？来人！诺。好，懒得跟你们斗。你们最好查清楚是谁伤了朱姑娘，我定将她碎尸万段。难道庄主还派了别人来杀花不弃？是谁派你们来杀朱小姐的？公子，小人不知道何事惹到了你，饶命啊！还跟我装蒜？你一直跟在他的身后。还有，你手中的弩箭是怎么回事？说，到底是谁派你们来杀朱小姐的？又一个死士！让苏州城内所有的暗桩给我出动，一定要把伤了朱丫头的人给我找出来，把我带回来那具尸体的身份查清楚，把他全身上下搜一遍，不准错过任何细节。黑凤这就去办。还有，密切关注朱府，有任何消息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诺。朱丫头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快去找大夫。诺。去通知老太爷。诺。什么？受伤了？丫头，丫头，丫头，丫头在哪儿呢？丫头，丫头，丫头呢？孙小姐和寿总管去东平郡了。去东平郡？怎么回事啊？小姐想去东平郡，不想让东方石知道，所以故意答应东方石陪她出去游玩，在回来的途中假装被人刺杀受伤。老太爷大怒，会派更多的人保护小姐，不让任何外人接触到小姐，这样东方石会误以为小姐一直在府中休养，不会怀疑。哦，怪不得。我说他怎么这么痛快就答应东方石的邀约了？这是给东方石还有我这老头下套啊！这是，怪不得他一直瞒我到现在，我还不得不替他圆这个谎啊！这小姐请老太爷见谅，她已经想到其他的法子赚银子。此去东平郡绝对可以为朱府赚至少300万两以上的银子。300万两？这丫头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了？她怎么没带你一块儿去啊？小姐说，如果我跟着去，东方石很快会发现不对劲，让我留在苏州暂时误导东方石。这鬼丫头！什么消息？朱小姐已经脱离危险，在府中休养。另外，朱老太爷传出话说，禁止一切访客打扰朱小姐。就算朱小姐不幸过世，他宁愿散尽万贯家财济世救贫，也不会分给朱府其他人。没事就好，朱丫头没事就好。少爷，看来朱老太爷这一次真的是恼羞成怒。他要是真把万贯家财都散尽了，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朱丫头不幸逝世的。今天我就去一趟朱府，我去看看朱小姐。少爷，此时朱府一定防守严密，
您不能去冒险。我吃过一次亏，自然不会再吃第二次。我只是去看看他的病况，不会有危险的。少爷，行了，此事上你别再唠叨，我自有分寸。哎，小夏，你没事吧？是我们家小姐受伤了，我没事。她伤哪儿了？没什么大碍吧？哎，如果她出什么意外的话，那小子可伤心了。她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只需要静心休养，不能外人来打扰。啊，没事就好。哎，你不知道啊，我在客栈的时候，听闻你们家小姐受伤的消息，我可担心了。我就怕她出什么意外。哎，我其实更担心你为了保护她，不顾自己的安危。我很好，不用你担心了。看见你没事儿，我就放心了。小夏，我明天就要回京城了。你在苏州待了这么久，也该回去了。其实也怪我了。上次从东方神那儿逃出来以后，我又给我爹去了一封信，我就想让我爹替我教训一顿东方石，没想到我爹反而把我臭骂一顿，说我整天游手好闲，让我立刻就回京。将军说的对，你确实不应该在外面游手好闲。小夏，我回去以后，我想让我爹来苏州为我提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袁公子，我告诉过你，我是不会嫁人的。你怎么那么倔呢？小夏，我们认识那么长时间了，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点的喜欢我吗？袁公子，你还是快些回京城吧，京城还有更好的姑娘在等你。可是他们不是你。我是不会嫁人的。小夏，我明天4时离开，你回来送我吗？我还要照看小姐。小夏，啊，你照看小姐，我不打扰你。我这次回去以后，我爹要我在京城谋个一官半职。我估计以后也没有时间来苏州了，你也不用担心以后会有人半夜爬墙，溜进院子惹你生气了。小夏，我走了。在下袁崇，家父是京城守备。哎，不是，我熟读兵书，去年以中进士。我尚无婚配，更为娶妾。我过几日就要返家。哎，你等下，我走之前我就想见姑娘一面。我喜欢你。返家以后，我会叫人过来向你提亲。小姚姑娘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疼你、爱你的。停！哦！哎呀，哎呦，小姐啊，天气这么闷热，人要休息，马也要休息。我那个马驮我很辛苦的。你才知道啊。对了，现在你是少爷，我是小厮，所以你叫我阿朱吧，别再叫我小姐了。哎呦，哦。阿朱，以后叫阿朱。
对了，那条是通往东平郡的路吗？对，这条路啊通往东平郡，这边是往随州的。行，那我们待会儿就往随州的方向去吧。哎，为什么？走随州要好多天的。东方石是个人精，我怕他察觉我们的打算，所以不能直接到东平郡去。我们一路踩着赌窝往随州去，沿途赚些钱，这样就算他找到我们，也不知道我们的真正目的，大不了就是以为我们想要赚钱还债罢了。哼，阿朱啊，我们真的要去东平郡吗？这上次你命我给东平郡王送那些驱蚊虫的药还有银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纳闷儿，这你和东平郡王的关系，并不像京城人所说的那么坏啊，反而感觉更好的样子啊。你猜对了，我跟东平郡王的关系啊，不只是很好，而是非常好。这个东方家太过神秘了，非要娶朱府女儿的行径也太过诡异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竟然从东方石那偷到了陈王的令牌，陈王竟然也和他有所牵连，所以我想，同为皇亲的东平郡王肯定对陈王有些了解，找他准没错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好，那就听阿朱的，我们走随州，先赚了银子再说。走吧。哎，少爷，我扶你。好，但是你好重啊。哎呀。哼，没想到这个丫头还会偷东西啊。朱丫头，你每次都能冒出点新鲜的花样来，勾得我心里痒痒的。你可一定要好起来，我也一定会娶到你，否则我将来的日子岂不是太平淡了？本公子这次不走地上，看你们还有什么花招。小夏，我不是来与你打架，我是来看周丫头的。你还有脸来见我家小姐？虽说是我过度招摇，让苏州府的人都看见我与他一同出了朱府，但刺杀他的人绝对与我无关。若我想杀他，你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，他肯定早已奄奄一息。小姐受了重伤，今夜已经休息，你别再来打扰她。我就是知道他受了重伤，我才来看他的。你看我这身夜行服，就是不想惊动朱府的暗桩，不想与朱府起冲突。我不相信你们请的大夫，才特意来看看朱丫头的伤势。不用，东方公子请回吧。小霞，由我来看，她会好得更快一些。恐怕小姐受到的惊吓会更多。东方公子不劳您费心了，小姐最不想见的人就是你。为什么你们这些护卫，怎么这么死脑筋呢？再与你多说也是浪费口舌。恐怕你没这个本事。我今晚一定要见到朱丫头。
住手！我说过了，我不想跟你们打，我只想知道朱丫头现在人在哪里。老太爷早都猜到你会闯进来，已经将小姐转移到最安全的地方，没有人可以找到。那她现在是晕是醒？胸口的伤处理得如何？这些你总能告诉我吧？你认为我会告诉你吗？小霞，你现在就告诉我她在哪里。无可奉告。她在哪里？拦住他！找死啊！你们以为你们能拦得住我吗？小姐有句话让我告诉你，她再也不想看到你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如他所愿的。榆木脑袋，居然不让我这神医为他治病，这是榆木脑袋！少爷，说，您上次带回来那个满脸伤疤的人，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苏州府临时购买的，没有任何线索可供继续追查下去。另外，根据朱小姐站的位置跟中箭的角度，可以判断出射箭的位置在聚宝斋的2楼雅间。我们已经聚宝斋的2楼。有问题。少爷，射箭位置的判断并无问题。我是说，朱小姐这次中箭的事情很有问题。我亲眼看见朱府的暗卫从聚宝斋的2楼跳下来。如果射箭的是他们，少爷，您的意思是，朱府的暗卫被人买通了？也有可能是朱丫头根本就没有中箭，这很可能是她设的一个局。你都等到1个时辰了，他要是来早该来了。走吧。看来你还挺在意那个憨人的。我原本想绑了你来逼问周丫头的下落，现在不必了，对付那个憨人就行了。说，周丫头在哪里？你要是不说，我就立刻派人在路上把那个憨人和孙秀才给杀了。小姐在府中休养。还想骗我？如果我昨日怀疑，那我今日就是更加确定。周丫头既没有中箭，也没有在朱府里头休养，否则你不会跑到这里来送那个憨人，你会一直在朱府里头保护着他。我已查过，朱寿也不见了。哼，看来是跟着那个丫头的身后去了吧？随你怎么想，小姐在府中休养，并且从未离开过。杀了他们。诺。小姐去京城了。去京城做什么？去京城赚钱了。莫府在京城的商铺占了大多数，朱府那些商铺能赚多少钱？小虾呀，你这个谎言编得不真。不信你可以去京城看看。不过，你敢去京城吗？
有何不敢？我明白了，连衣客最常出没的地方就是在京城。那个丫头去找连衣客了，是吗？无可奉告。臭丫头，难道真的是去京城找连衣客查成王令牌的事情了吗？少爷，让画师临摹200张，把画像传到各州郡县我们的人马手上，叫他们注意这2个人，有消息立刻通知我。诺。慢着，收拾一下，我们即刻出发去京城。少爷，这会不会是朱小姐的调虎离山之计？哟，黑凤，你这个榆木脑袋可终于算开窍了。没事儿，朱丫头想玩，本公子就陪她玩。我不管她是不是调虎离山之计，我们先去京城再说。哇，不愧是随州第1大赌坊，人真多啊！哎，阿朱啊，啊，你真要把那个换银子啊？你那个点子不用也是浪费，还不如卖给赌坊赚些钱还债呢。哎呀，快进去吧，让我见识见识你江南第1的赌铺。走。哟，2位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这怎么玩啊？很简单，非单即双，要不要试2把？哎，行行行。双。又赢啦！哈哈，收钱收钱。嘿嘿。去问问那位少爷，是否有兴趣进糖乡赌几局？明白。这位公子，我家爷想请2位去厢房赌2局，不知公子可有兴趣啊？你家爷眼光不错呀，知道我家少爷是高手。少爷，跟他赌。好，那就劳烦小哥带路了。好，2位这边请。大鱼上钩了。鄙人姓齐，是1两赌坊的管事，天生好赌，尤其爱以赌会友。刚见公子听声音就能辨别单双的本事，已经是出神入化，起了结交之心。请问这位公子如何称呼？哦，在下司马寿。哦，司马家，久仰久仰。哎呀，齐管事就不要客气了。虽然我们司马家人人都有一手好赌术，但是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所以在江湖也没什么名气。我看久仰就算了吧。其实今日我来呢，是有一桩生意想和贵方谈，不知道贵方有没有兴趣？哦，阿朱啊，齐管家，请看，这个东西我们司马家命名为风水大轮盘。圆盘取9之数，旋转9圈，停下之时，木球所停的号就是中签号。若停在金格，则赌赢翻3倍；若银格，赌赢翻2倍。其余之数可以用红黑压住，可压单双，也可压准点。点数庄家可以操控，但是这个在赌徒的眼里看来，可比庄家摇骰子猜大小公平得多。像1两赌坊这样偌大的赌场，也是时候推陈出新一下了，不然总是压大小推牌9，也难免太无趣了些。齐管事，你觉得呢？当然，这张只是样图，如果齐管事感兴趣的话，在下可以将机括图展示给齐管事，更详细更精确。
公子此来1两赌坊，就是为了把这个卖给在下。其实齐管事有所不知，我们司马家虽然严制赌具，但是从来不开赌坊。像这样的好东西，理应该摆在像1两赌坊这样远近闻名的大赌场，才不至于浪费了我们的心血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们想要多少？一口价，50万两。